咱的大语班，啊，还有咱的工作人员、朋友，大家安，大家好。好。阮是关怀大语剧团，感谢今仔日好时好运，大家会当来合家观赏阮的演出。阮今年的年度戏，伊的名叫做《汉堡美丽实地》。这个主题就是要甲咱讲，咱的粪扫冇袂当，是毋是安尼？吼，这个粪扫是人天来造成的，吼。经过这个联合国的调查，足侪这个海底的粪扫拢是人类来造成，而且有80%为着地都赶去到海洋，有的掉伫海平，啊有的都沉到去海底。所以呢，这个问题是咱长期拢爱来注意看好一个问题，吼。啊，下面咱会请咱剧团的人，吼，因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演练，会当来即出戏，互大家来欣赏。首先，咱先来介绍贵宾，咱今仔日有一个各部最重要的专分委员纪香玉，首先来，感谢咱各部的这个专分委员，啊，还有一个陈依玲小姐，依玲小姐，李条龙，伊伫倒一家，啊，多谢谢谢，啊，多谢这个鼓励哈，啊，还有咱的关怀辅导基金会，到时你有就是阮关怀在地剧团的团体，感谢伊就是来支持咱的台语。关怀台语剧团对2013年到即摆已经有咱10外档了吼，啊，这个10外档吼，每一年拢有一届的公演，有当时是。委员伊会去安排，直接外口吼去县市，因老师啊，阮来演出，阮嘛捌走我台北，嘛走我南投，吼，啊嘛捌去草屯，把世界搁去中华的埔心来演出，小型的演出，但是大型的演出，就是伫即个现场吼。所以伫遮，咱爱先感谢咱即个国立中华生活美术馆，感谢。咱拄仔咧讲即个粪扫吼，即个海洋粪扫，小朋友有人伫遮无？咱来试看卖好无？咱来简单做2条啊，有奖征答吼。根据伫个海平，咱即摆先讲海平，慢请讲海底哦吼。伫个海平的粪扫，第1名是啥物啊？记得举举手。来，都举手啦，这边哦，收开啦。
咱这个家己乐团，阮拄啊讲吼，2013年其实委员是我故乡啊！我这里面的
耍，我甲伊耍。我要耍，唔通啦，有一寡海龟吼，就是食无济，等到拢塌掉的，食的咯，放袂出去，袂消化，佫会腹肚痛，上严重哦，佫会死翘翘啦。会死翘翘，死翘翘。真正哦，足恐怖的呢。是安怎？这人类要乱做做好咯，去害死。实在足恐怖的。足恐怖的，足恐怖的。为虾米人类爱安尼做？因为吼，因感觉这片海洋足快，不收弹落去就消失啦。安尼根本就是咧破坏咱规个海洋生态。有的海龟的暗粉啊，塑胶壳啊，塑胶有伤痕，佫有海龟，佫有主角插去片空入去，佫有真侪细尾鱼啊，规个腹肚内底拢全塑胶粒啊啦！哦，足恐怖的啦！哦，恐怖！足恐怖！咱应该爱安怎？要安怎？要安怎？虽然咱只是海客，不过咱嘛会使斗相共。若看到粪扫，都该撒开，莫互其他的动物食落去腹肚底。故有，咱希望所有的人类会使赶紧发现，因刷手弹的粪扫会甲规片海洋拢害死啦！害死！所以我要大声甲人类讲，海洋不是粪扫塔。海洋是咱大家的厝。大家的厝。好，安尼咱即马就来搬一出戏，互大家知影保护海洋的重要性。好，大家斗阵来看好戏哦。看好戏哦！行，出发咯！喂，小姐，莫出世啊啦！你是做马丁哟？这边啦！出发咯！好啦，你走遐紧，害我规个皮喘。阿嬷，我想要听你讲汉国这个故事。哦，你要听汉堡湿地故事哦？对啊。好，安尼蛤蟆即摆来就来讲互你听吼。是讲吼，观众朋友啊，你敢知影以前汉堡湿地有啥物？有风车。风车，迄风车是过来才有的啦。以前的汉堡湿地哦，伊个海水是清凉凉哦，伊嘛是水鸟的天堂呢。常常有一群的水鸟会过来伫遮咧佚佗、找食。然后我若就一撮足古水的脚趾呢。哦，佫有吼，蚵仔啦、海龟箱啦，佫夜白鱼啊吼，定定的问出来探头呢。阿嬷，什么是夜白鱼啊？佫招财蟹啦。阿嬷，不是招财蟹，是招潮蟹。哦，我知，毋是招潮蟹，是招财蟹。阿嬷，不是招财蟹，是招潮蟹。我甲你讲的，迄足歹念的，咱台语家己讲台语就好，就是叫做夜白鱼啊。因为吼，伊有一支白色的大光头，定定夜滚滚伫咧一直，足像你养一个人，定一支足大只的龟是安尼，一直，人才叫夜白鱼啊。阿嬷，是不是像安尼？一个，对，就是安尼啦。紧，即只鱼当起倒去。阮兜吼厝边隔壁拢伫咧遮咧炒鹅、捡鹅，早佫佫咧掠鱼，佫有花甲啊。迄个时阵吼，迄海天花甲啊是安尼麻死哦，人讲阮遮叫做花甲的故乡。阿嬷，我上爱食你炒的花甲啊。哦，安尼哦，你要食花甲啊？好，安尼较等下再买一锅转来炒，好无？好，阿嬷，我爱甲少济高蛋
我揪，安尼切，安切，啊，佮加滴酒，保证吼你食落甲顿嘴会滴答，目睭会看，喙齿都会空啦。阿嬷，我已经鼻着香味啊呢。人甲海咧做伙哦，迄个时阵的汉堡湿地吼是清净有够古噜哦。后来咧，后来，这就是来咧演变，为着要饲鱼，甲大片的湿地挖到水分。虽然讲会当促进经济发展，毋过嘛改变着这湿地文化，互原本一寡生活处安尼过去。工厂的设立虽然讲吼会当增加就业的机会，毋过嘛有污染的风险，污染着这个湿地水质，甲伊的生活。阿姨啊，这就是阿嬷甲你讲，塑胶、粪扫也都有污染，常常出现伫个即个海平，互原本美丽海岸线降到一个污染。哈，这可惜呢。阿姨啊，你毋是讲你上爱听阿嬷讲过，安尼后摆啊吼，你爱常常对阿嬷来遮散步晒海风，好无？好，阿嬷，我以后一定陪你来海边散步晒海风。阿嬷行，阿嬷，咱来搞手机。好，行。咱来去散步。好，行。有行白时啊呢。哎，阿姨啊，希望讲吼，我若期大汉了嘛吼，这片湿地也是共款这尔美丽。哎，阿姨啊，你著等我一下啦，等我啦。喂，你哪来啊？啊，不要再倒糖菜了啦。人呀，各位观众啊，要看见，迄阮翁啊，还做家己啦，厝内的代志吼，遮尔无用，啊，不要再斗相共，啊，规天在咧算计抢去啊，拢我气死啊！水某诶，哎，这房咯，去头仔来考虑哦。假鸭无，啊你知影啥物上惊看？我上惊看啦，拍到你个脸。你嘛较天天咧，佫有一遍啦。假啊！毋对，啊，啊！嘿，就是啊吼，就讲哇，呱呱呱，哈哈哈哈。少年，阿基啊，你莫安尼逐日生气去啊！迄号放我转来，啊你一日说，跟老爸共款啊！我甲你学的啊！阿基来倒香菜，来倒香菜啦！母啊！你坐你就好啊啦，莫谈啦，爱落的啊！哎呦，那我好考酒钱啊，袂使读袂。嘿，阿贤啊，你嫌我老的哦，你嫌我无路用哦。无啦，我都无迄个意思啦。啥物个你较大声啊哩个，明明甲我有做讲个。阿基啊，基啊，请我来食饭啦。紧的啦，紧。阿嬷，食饭啦。你是啥？哦，不是你小姑子啊。阿姨啊。嘿，老母咱是像老公诶。啊你讲啊大声，惊人毋知是无啦？哎，我要从啥？你解释哦。老公，我哪有老公？我看你才有老公呢，我哪有老公？老太太，传来就问阿基，讲了就，哎，出你来了，去。老太太，有人咩无？哎呦，老太太你，你状态无歹，我就来给你买啊啦。哎呦，拄好来食饭了。嘿，安尼拄好，食饭进前吼，来啉一咖啡咧。来，我有传杯啊。恁坐哦，饭前啉一咖啡咧，吼。搁袂歹啉呢，这毋是一般的咖啡哦。毋是一般的咖啡。你听小特别的咖啡呢？你啉袂出来哦？你啉了有啥物感觉？就是小特别的感觉。无毋对，这款咖啡厉害的所在，毋是伊加了啥物偌济咖啡因，
上重要的，伊是加了灵芝的养生咖啡。养生咖啡，啊，真正袂歹啉呢，我该去杯一下。当然嘛无问题啊！来，课上内行的。哦，我有一个朋友吼，捌啉嘛，恁做恁养生咖啡的生意咧，我都甲买过哦，啊，真正袂歹啉哦。课上你真正是行啊来的。我甲你讲，我对这个灵芝吼是有研究过哦。伊的好处哦，侪甲咱猫无咧，讲都讲袂煞。上重要哦，有一项，对，增强人的记忆，会当预防这老人失智症哦。听起来较袂歹吼。安尼以后甲你买就好啊。啊，当然嘛是无问题啊，我讲假啊。如啊，你手是安怎哈？哦，这手哦，我甲你讲啦，看我安尼嘛知，我就已经做甲人传奇啊。啊，你那啉的这个咖啡啊，我嘛是我日夜炒、暝夜炒恁咖啡豆，炒出来的啦。哦，啊，炒甲老着哦。哎呦，这辛苦呢吼。安尼以后甲你买就好啊。当然嘛是好啊。啊，毋过其实我主要毋是咧卖即个灵芝咖啡，我主要吼是来即个灵芝咖啡的消息，传互大家知影。我是咧做灵芝咖啡的直销啦，直销啊！来，这我的妹子啦，歹势啦，我敢若是爱啉咖啡尔啦。你这直销吼，无啥物兴趣。哎呦，迄袂要紧啦，我甲你讲啦，这个养生咖啡的效果实在是足好。就像即摆现代人啦，生活压力大，毋是讲少年的咧，那老伙仔嘛是共款，定定咧袂记啦，袂记使。咱像即摆哦，开始就保养，安尼老来吼，头壳吼，才袂安尼老人痴呆啦。阿嫂，我看吼你可能有加需要你一杯安尼，阿嫂。你家己来就较济。无啦，阿嫂，大家有讲啊，预防性肺治疗啊。哎哟，观众朋友啊，你看我安尼哦，你就知影我是偌认真啊。啊，我即摆已经做到人传奇啊。啊，阮兜吼就住在靠山因兜隔壁啦。啊，有需要吼，等下来遐排队，你看，甲已经排3个啊，有排3个啊吼。啊，你遐找我做到即款抗战吼，一定要去3日。我服务真好，随叫我就随到，我阁足认真的。啊，靠太太才有我的妹子啦吼，啊有需要吼，我今天到隔壁随叫随到，吼，啊介绍人爱加写我，吼。啊，大家爱记哦，有需要哦，咱会排队哦，吼，迄排3个啊，搁排落就对啊，吼。啊，你歹势啦，恁拄爱食饭，啊无恁豆豆仔食啦，吼。有需要找我扣啥，吼，抽起来，好，无啥。啊，我豆豆仔行啦，吼，会记的哦，会记的哦。好，无啥。哦，就应该去就。海富兵，讲我老公，我甲你讲，你听听我开看卖啊。阿嬷啦，对，我来变错变数。哈哈，他大门啦，我想讲，遐个无买通啦。不啊，遐是大门口，吼，啊变数，呀。哦，安尼我知，迄变数伫遐好，安尼我要来去，我要去倒位？变数。哦，变数啊，我来变数啦。你我真正是哦，袂是真是老公啊啦。啊，你讲遐大声，惊人唔知是无啦？好啊啦，莫冤啊！我甲你讲哦，今早起啊，我去读电视啊，看见阿嬷一人在讲话哦，哎呀，两目睭讲清啦，唔知你想啥呢？两目睭讲清，嗨啊啦！这是愈来愈严重啊啦！啊，你讲遐大声，惊人唔知是无啦？好啦，听，哥哥，后来啊，我来叫阿嬷，阿嬷伊就甲我下手啊，伊就甲我讲啊，你啊，是我这个当袂记使是老公是无？
我的两夫我毋知你哪咧想啥，伊讲吼，其实伊读较都不清楚的，伊只是头尾甲人创治的，伊一直讲伊读较都清楚的。啊，做过来，我就甲讲，讲啊你放学哪毋紧转去厝的？对啊，你放学时啊，袂转去厝，啊，去讲啥？吼，阿爸，你有咱老公啊是无？我拄一日甲你讲，我是知你是要去读册，是放学要转来。哦对哦。哎呀啦，我看母啊吼，迄镜头愈来愈严重啊啦。啊，你讲个大声，惊人唔使是无啦？啊，无你笑啥啦？是家己厝内讲话就爱细声，是家己厝内袂使想要讲啥就讲啥。迄阿母吼，家己照顾遮尔辛苦，啊，即摆老公吼无啥物通啊见笑啊，我就是要讲啦。阿母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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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母。喂，啊你才无惊？安尼讲啥物人老公啊？伊啊，我，啊对啦，我啦。哎呦，阿庆啊，比安尼7少年、8少年的老公，可怜哦，老公哦。嘿，你哪里食饭啊？你食饭拢我家叫。啊，我心啊肝啦艰苦啊，食了就无效了。你看你啊，母啊，莫生气啦，母啊，母啊，莫生气啦。阿爸，莫烦恼啊，这规日啊，人总是会老的。就算讲阿嬷真正是这点个什么老公啊，伊嘛是阁是上跳的阿嬷啊。而且啊，阿嬷无定伊安尼啊，食老长少，阁会使讲做伙拍电视，你看安尼是毋是足好诶？你若会晓安尼想吼，我就放心啊啦。其实吼，我是足惊讲厝内底一寡问题吼，会影响到你的发展。你后摆会好好读册，啊，毋通辜负阮对你一片的苦心。啊，是啊，我咧甲你讲话，你就听着无啦？有啦有啦，这个足足危急的啦。我看卖啊咧，哎呦，真正足危险的哎呦，咧！阿爸这差的咧。来啦，我甲你斗3工啦！来啦，我算啦！来啦，我算啦！你怎的啊？迄老母气甲安尼，阁有心情是安尼耍手机啊？阿琪啊，毋通一直耍手机啊，知无？好啊，你拄则毋是嘛咧耍？真的哦，真的。我是甲会咧培养亲子关系。哪有你一直甲我手机手去耍，大家拢有看到，是真的哦。真的。我是咧叫吼阿琪吼，耍手机啊，人耍真久啦。其实吼，有人啊耍手机啊，当准则时间，颠倒会使训练囡仔手脑并用，甲反应能力咧。哪有阿爸，我看着你时间爱准在。好啦，想。阿琪啊，我讲啊，你敢无感觉安尼吼，规工目睭顶个手机啊吼，会错过真侪水的物件，错过真侪水的物件。对啊，逐工照镜就看到足水的物件。哎哟，我生的狗囝当然是水，我意思是讲，你会较定定行出去咧，接近代志咧，无安尼规工啊，顶个手机啊顶好啦。对啦，你阿嬷吼，是不是收久啊，伊会较无迄个顾用，再无去无去啦。保证吼，咱放什么，伊就较好哦。安尼无可能，咱明仔载吼，就把阿嬷转来去韩国去踮。哦，免，那你即马想要看韩国是在咧机会，就会出现海边啊，免啦，我就免出门就看会到啊啦。啊，毋过，手镜是别人甲你讲的啊，真正的代志咧是爱家己去看，家己去体验啊。哦，你家己机落去，就有迄影片机就有啊，而且还是我对家迄 VR 的技术啦。哦，完全免出门就甲咱真的共款。VR，我敢若知影迄个什么 OR 啦、VR 啦、菜啦、VR 啦、环 R 啦，什么姜母 R， 哎呦，啥叫做 VR 啊？啊，不你小等咧。我你第四看嘛咯，哦，把你第四正面咯，这里安尼。安尼，嘿，对，安尼，我你讲嘛，你讲嘛。是去缘投翁呢，什么妖怪啊？有花有肉，拍落去的命呢？缘投翁30几前啦。哦，那真的呢，我俩都要死啊，惊死人！是你看
这录影片，我直接就使看出侪代志咧，嘛使看到全世界，我想要爱出门。不过这个鬼啊，这个技术是袂歹对啦，但是吼，无法度互你找到真正的海风，嘛无法度互你当作说啊，啊嘛无法度吼，互你叫迄雷啊较要听的声啊。哦，阿母，你看即个外口哈哩冷，迄海面的风哈哩透，你看，安尼吹，是毋甲我头毛吹到乱七八糟，安尼无好啦。哎哟，阿是啊。当我甲你共会的时阵吼，你阿嬷吼，你阿嬷是说啥？一定是甲说你啊？是啊，我是讲你的阿嬷，常常带我去海边啊。迄时阵吼，海清，敢若是物件。迄沙啊吼，幼绵绵，咱名仔是啊，我甲朋友吼，伫海边走来走去，嘿，叫迄个仔卡，吼，寄钱啊，吼。大家拢足快乐的呢，敢有遮尔好耍，真正的啊！啊无，你敢捌看过迄个夹生啊？敢若有伫影片内底看过呢，伊搁会换壳对无？对，迄夹生会换壳，吼，迄甲阿嬷吼细汉时阿公，甲咱人同款。以后会找到较适合的所在，找到较适合的厝，一阵做，然后破坏去吼，伊就无厝通啊住啦。哦，听起来敢若袂歹耍呢。啊，毋过我若是无介意要安怎？无介意咱就转来啊，上无你嘛试过对无？而且即届吼，毋是干那要去海边啊，上重要是要带阿嬷转去个汉堡室内，过下行看咧啊。哇！这阿嬷呐，甲伊快啊，较过实在啊，这个风气都互我零用钱呢。哈，你敢会想这？恁阿嬷迄个钱我敢毋知，迄一个钱吼，拍入去的价，无可能。好啦，安尼咱就决定明仔载透早带阿嬷来。卖啦，透早伤早爬袂起来啦。安尼，你细汉的时阵写作文就写讲，汉堡室内透早是上水的所在啊。敢有啊？搁再讲吼，囡仔人爱渐去大自然，莫安尼困到耍手机啊，对无？无毋对啦，而且吼，阿嬷会讲真侪故事互你听哦。你细汉的时阵是毋是上爱听阿嬷讲伊细汉的故事互你听啊？哦，迄种久以前，我早就袂记咧啊啦。毋过你讲阿嬷讲的故事真精彩啊，你会记得无？你惊白生的故事啊？无你两个记得互我故事，袂使，咱拢爱来去。咱拢爱来去，我嘛爱去啊。当然啦。你敢毋知我逐工佚佗真济，真无用呢？真无用，搁甲我牵手机咧耍。则无咧。搁无。咱决定啦，咱明仔载做伙带阿嬷来去，来搁讲啊。行，食饭。阿母，我明仔载甲开手机来去。会使啊，毋过吼，我感觉你小输啦。你吼去到遐就感觉你手机啊吼，无遐尼重要啊。好，行，食饭啦！阿母啊，食饭啦！食饭一定是哦。毋是你条才食过尔，我搁食饭。头先我就点心尔啦，即摆才要食饭啦。安尼哦。好，安尼想饭者，我来去便所。阿母啊！便所去啊！
啥？啊，我知，你是伊个无闲咧操乱啦。是啦，阿母啊是咧想伊个故乡，今天还看无即个啦。对啦，我哪有来你讲安尼，我等于去啊。我咧是咧想吼，我以前我本来想唱首用网风拢改的啊，像改迄个汉堡是第一条唱唔到去啦。阿母啊，我会记你吼，细汉的时阵吼，你捌甲我教过呢。对啊，哦，迄种迄个望春风写的迄个汉堡诗题，迄歌词足有意义的呢。毋过吼，我袂啥会记哩安尼。你可以搁甲我教一遍。会使啊，白记的环境，咱两边拢有大字报，咱会当看。来，啊，大字报咧。我跟你讲，大字报有白白数，哦，好，去北奏，教我赶快去北奏就来。好吧，啊，老师请。
唔通啊掠转去啦，这吼是伊的厝啦，爱离开海水都活袂落去啊啦。哦，伊足够对我好来照顾啦。唔通啦，我甲你差不多是迄个共过的时阵吼，迄时阵嘛是掠伊转去饲啊，啊无3工就死去啊，因为吼伊无海水，离开伊熟悉的环境，伊就活袂落去啊啦。我若是互伊水，互伊食，伊家就活落去啊。阿姨呀，迄囝生啊，毋是宠物啦，伊的生活方式甲咱人无共款，伊需要海山，需要淡水的沙地，啊，搁爱甲其他囝生吼交换咧读，啊，你这么多啊大汉呢？你家己也怎互你家厝拆掉啊？对啦，阿姨啊，阿嬷讲的嘛有道理啊。你看，你这果水，唔通甲掠转去啊！我要伊哪家啦？哎呦，我管啦，伊就是足讲，我是要人在咧饲啦，我掠转来啦。啦，对不起，你台湾逐个面平安啦。我比我12,000拢会着。不管啦啦。毋对咧，即马长头地你哪有灵气？阿记咧？阿记咧？阿姨啊！你看，你遮啊嘛真好哦，我会好甲你照顾，免惊哦。哪拢无咧叮当？敢无咧喘气安尼？亲像死去啊！我来甲人讲试看卖。阿姨啊，你是咧想数迄个烧酒类哦？哦，是咧数烧酒类啦，因为无咧叮当，敢若死去安尼。我看卖咧。哎呀，真正无咧叮当安尼。让我看卖啊！哦，阿爸，别生你害啦，无死嘛，我害甲死。哎，无咧叮当会死啊，巧伊啊，起单定，你不说咱单掉啦。我敢若是想要家己等下照顾呢。是啊，这就是阿嬷定人想要甲你讲的。囝生啊吼，伊的厝毋是伫遮，有时咱人的爱着适合所有生活啦。我惊死啊，失礼啊，我无应该甲你掠转来，你应该在海边甲伊的朋友做伙。好，安尼咱最后为伊做一件代志。我等下我搁甲藏一个啦，伊哭甲遮伤心啊，对无？袂要紧啦，吼，上无你已经学着，知影这道理啊，吼，好无？好啦，安尼无咱为伊做最后一件代志啦。什么代志？啊，你要煮来食哦。煮三杯嘛袂歹哦。无啦，毋是是要甲伊送转去海边啦。哈利路亚。阿弥陀佛，行，咱去海边。惊死啊！是嘞啦，我俩讲我是咧甲你斗相共，无想着靠你离开你的厝，离开你熟悉的所在。我伫遮啊，要大家讲啊，白山咧凊彩掠到海边的时候，因为遮啊才是伊的厝。惊钱啊！你着爱保庇你的后代，代代出状元，有无？有哦。你着爱保庇你后代，身体健康，无病无痛，有无？有。你着爱保庇你后代，大富大贵，有厝有车，有无？有。你着爱保庇你爱保庇我12,000万拢会着，有无？拜托袂错。啊，阿母，你看，惊死咱咧叮当安尼，真正呢。伊转来啊，伊的故乡，伊有熟悉的环境，伊就恢复活连咱啊，足好诶，我紧甲伊转转去。好，足想要转去我细汉时，迄个互人足喜爱的日子。迄个时阵，空气真好，天气嘛闪闪烁烁，我是要掠鱼、掠虾啊、掠鼠啊，拢嘛有。也即马哩，粉色的原带，连土、山、水，拢嘛无清气。拢嘛无清气。啊，外星中，啊，你讲话，你做白衣啊，你呢？对啊。阿妈，我要安怎？你讲要啊？你讲要啊？拜托你，请你互阿妈紧好起来，阿妈若好起来，我一定念念介绍你个三步，拜托你啦。来了。
奇奇怪怪，敢是穿入去看上济啊？啥物啊？你连阮尊贵的水精灵拢唔知影哦？喂，嗨，看起来吼，阮已经票人放袂记哩啊啦。也是较怀念较早，迄个时阵空气是新鲜的，水是清气的。水无对，迄个时阵水是清气的。哇，是徛过呢。阿姊，你感觉是徛过啦？哦，啥物徛儿？人阮是海底。哦，恁老师会足歹的呢，既然甲海底我做徛过，哇，是雨伞精呢。哦，什么雨伞精？人拢叫做海底。哇，这地汉都是在从来都冇看过，足水足神奇的呢。多谢你的蚵仔，我甲你讲哦，就亲像多谢水精灵讲的共款。迄个时阵，土地无受到污染，生出来是无毒的，世界拢充满活力甲神奇。世界拢充满活力甲神奇。哇，你讲的啊，甲阮阿妈讲的完全共款呢。真的哦，原来即摆还佫有真侪人感觉是我共款哦。哇，水精灵。你看起来足厉害的呢，你敢会使叫阮阿嬷？阿嬷，你阿嬷是安怎咧？哦，阮阿嬷伊看病啊。看病？嗨，哇，我来帮你看嘛咧哦。这个天要你准备出镜，多你1秒，给多你。爱是空气啊。袂使无礼貌。喂，人尊贵的水精灵，等你用心来家己你阿妈的上好。你阿嬷哪个讲呢？无啦，我讲的是你的阿嬷，不是你阿嬷。我阿嬷。哦，等下，错一个，你阿嬷，就甲即个实地共款啊，因为家自然叫人为破坏去。就恁家即个病人，你阿嬷才会看病。无对，人类就是破坏大自然的杀手。大自然的杀手，大自然的杀手。阮人类怎毋是啥物大自然杀手咧？就是恁人类，恁的工厂排出来废水，污染溪水甲海洋。污染溪水甲海洋。还佫有工厂的毒素污染着即个清气的空气，恁这出来的毒素，互即个土地顶头的树丛发出毒果。上重要是，迄阵的人心是善良的，对生活充满幻想。对大自然抱着一颗尊敬的心，不过这一切拢改变啦。一切拢改变啦。毋过，歹势啊，我知影毋对啊。毋过，阮即摆拢咧做环保，迄粪扫啊嘛拢有分类呢。哎呀，迄只是表面的工课尔，上重要的是心啊！是心吗？你阿妈会看病，就是因为毋甘大自然互人破坏去，互伊美丽意义嘛随咧消失去。因为即个美丽实地，对你阿嬷来讲，就是伊生命源泉，而且充满着伊美丽的意义。才是生活内上水的所在，即马叫人破坏去，你阿嬷才会无活落去的气力。原来这充满记忆有厝的人挂念的所在，就是上水区的所在。即马所互阮人类破坏，安尼要安怎？莫着急，莫着急，这是有办法的。啥物办法？简单啊，就是阿姨你爱通过3项考验啊。3个问题。安尼，咱就出发为第一款来去，行，出发咯，出发咯，出发咯。
真串人的乌水沟，你爱说你哦，这内面有足侪危险去等你啊！我应该好做，阿姨别烦恼，只要咱用心，往后买变成金，我会手你聊聊，水今年第2科是咱囝保护咱，来出发。哇，真恐怖诶！阿姨，给我好。你看你看你，这错你用的，我用你的都没聊啊，阿姨。你千万通好去啊！只要甲目标定个好势，意志坚定，你就会当安全通过第1关。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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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成功了呢！对啊，咱成功啊！真好诶，真好诶，成功啊！你看，是不是大家若共心，乌图就一定会变成金啊？行，咱出来，我来去后一关，出发喽！出发喽！出发喽！到水波走西北，白白行只爱洗你，南头新草西，我走叫你来心边。早睡不走西北，白白行只爱洗你，南头新草西，我走叫你来心边。好喽！第2关到！第2关到咯，第2关到咯。第2关的任务就是按伫这个所在找到宝藏，宝藏就藏伫这个心的内底。不过你赶快来说，你就爱看清第5名啊！我来看卖这新的宝藏伫倒位？无啊，这就是敢若一片大土尔，哪有啥物宝藏？哎，我予你一个暗示，伊是一片软软 Q Q 的土地啊！软软飘飘的土地啊，我知啦，就是讲我迄片市面顶的草房啊。哦，迄风景跳够水的呢。哦，no no no no！有时阵美丽的环境，甲伊的风景，无一定是外国啊，完全就是咱的身躯边。我予你第2个暗示，其实伊已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海底啊，电视是不是你家己藏起来？就是我，你讲啊，来看咧。啊！拍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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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哎呀，你著真少听，我著讲较清楚咧。有时阵关系伤近，你是看袂清楚的。若是你会当甲即个距离又开又宽，安尼代志就清清楚楚咯。距离又开，对啊，就像有一摆我甲朋友去台东耍球，耍咧耍咧，我头壳这个球哪放无去啊？结果啊，我有一个朋友，伊飞乌，伊就讲，啊不如伊就飞去你身边看卖者。结果啊，伊一飞起嚟啊，下摆一看我，哎哟，吹着咯，吹着啊，吹着啊，吹着啊！距离又开就会使吹着啊。安尼你毋着试看卖？好，安尼我就来试看卖。海底啊，麻烦你较退后咧，搁较退后咧，哦，搁退后咧啦。啊！救命哦！救命哦！大家赶紧来啦！
这湿地保存到底是倒位？我来看卖咧。啊，我看到啊啦，原来啊，所讲的保存就是这片湿地啊。我伫遮啊看到这个师傅咧哦，啊，我记会记啊，我阿嬷伊甲我讲过啊，伊讲啊，这海坪啊，这湿地毋干是片绿光仔卖尔，伊阁是足侪野生啊。花甲啊，啊，阁有梨仔的厝哦。原来这宝地真正是这地真正是这宝地。无毋对，因为这里的海坪，这湿地拢是海洋生物的厝。一旦你若甲破坏去，你叫对你带倒去咧。所以咧，这湿地代表着丰富的生态，大家一定爱好好爱惜。爱好爱惜，迄是一定爱的啦。好对，湿地若是一个宝物，伊阁就代表着大自然的和平甲希望，互咱大家用心来守护这片美丽的湿地。真好，安尼咱就为最后一关来去行出发，出发。这就是第三关，一定爱把这海底粪扫清掉。但是你甲阮爱注意哦，这粪扫是对倒来的。啊，这拢嘛是恁人类干的粪扫，伊对海洋生态造成真大的伤害。真大的伤害。是嘞啦，我唔知阮平常时的行为已经对海洋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但是你即摆知也袂慢吗？只要大家认真拍拼，就会当互海洋恢复伊的美丽。大家当真来啊！来哦，来听故事啦！哇，后摆啊，我一定减少使用塑胶，保护海洋。对啊，真正冒险精神，毋那是干那为着家己命，嘛是为着规个生态环境哦。对无，兄弟？对啊，我甲你讲哦，我大家上欢喜的代志，就是甲海洋粪扫捡好清气。但是看见海洋遮尔清气，我的心情嘛会足欢喜的。你逐工上欢喜的代志就是甲海洋整理清气哦。对啊。啊，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啊，你拄则讲你逐工上欢喜代志就是甲海洋整理清气啊，所以我等会更较欢喜大。唉，天呀，你是要互我欢喜是无啦？唔知影你是天真还是白吧？白吧。好啊啦，阿姨只是要互你加欢喜就好啊，加捡一寡粪扫，伊无歹意啦。莫生气，莫生气。好啦，安尼咱就斗阵来捡粪扫，斗阵运动，斗阵快乐，大家斗阵来。美丽，哇！即摆啊，这海洋的冒险啊，真正是有够赞的。我从来啊，就毋知这海洋这么侪精彩的物件呢。今仔你阁感觉海洋湿地敢若是水甲暖和梅？不是，这海洋啊是一个充满奇迹甲生命来所在。后摆啊，我一定好好来爱惜。无毋对，因为海洋这个大自然都是海洋生物的厝，一旦你若甲破坏去。伊都讲出较苦啊，所以呢，咱一定爱来保持这个海洋的美丽。大家一定爱保护海洋的美丽。多谢你呢，带我经过这届海洋的冒险。后摆啊，我一定会更较珍惜这大自然呢。阿琪，免客气，爱记的哦。真正冒险毋是干那算命，上重要是咱对这个世界关心甲责任。对，就是爱有一粒心啦。既然你已经知影大自然爱惜大自然的这个重要，
那安尼就互咱做伙来祈福，用咱的心，互你阿嬷有活落去的气力。阿琪，你敢愿意用心来保护维护这个海洋的这个美丽，互大自然变更较水嘞？我愿意。真好诶！安尼即马大家就做伙来为大自然阿嬷祈福。只要大家心存好意，这个大自然会变较水平。好，安尼大家就对我俩。卡比巴拉，卡比巴拉，卡比巴拉，波波利娜贝贝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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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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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阿基，你看。什么人来了？阿嬷，阿你真心哦，实在是足好诶。阿嬷，后摆啊，我们常常要来这湿地啊散步，听你讲足侪故事，或者湿地啊，变成我心内上水气的所在。其实吼，只要有阿姨的所在，就是上水的所在啊。足好诶，上水的所在，就是要咱大家每一个人用心来维护。各位乡亲啊，你讲安尼对咱对？对。大家爱记得哦，海边啊有一寡物件人学袂着，就亲像有一寡囡仔人定定爱跳的螺仔角，其实迄是囝生仔的厝，囝生仔需要他的螺仔角来保护家己。咱若是甲他的螺仔角丢走去，伊就无事通大咯。无毋对，所以伫遮要甲大家讲，咱袂使凊彩甲螺仔脚放落去做纪念。你若真正爱螺仔脚，你会使来海边啊行行看看咧，但是摕相机拍转去照我看，安尼就袂影响到囝生仔咯。也搁有哦，大家会使参加这个海边的净滩活动，大家斗相共捡粪扫。这个海边会变更较美丽。只要海洋若变美丽，安尼大家嘛做一个较好环境。所以家己做起影响身躯边的人，有较侪人家己保护海边的行列。大自然是咱的母亲，互咱做伙来爱惜咱的母亲，做伙来维护咱的生态。千万唔通破坏大自然哦！千万唔通破坏大自然哦。对，即摆已经有一寡有心的人士甲保育团体，应该是咧了解注意即个汉堡湿地重要性，因渐渐安尼付出，为即个湿地咧做保育、捡粪扫、甲降清生态，希望会当找到伊即个湿地早前的成绩。汉堡湿地未来，就亲像海洋共款，充满着美丽，嘛充满着希望。透过大家的把命，总有一天，这个土地会当再再恢复伊的美丽甲富裕，行做自然甲人好来共存的模范。希望遮会当互咱较早共款生气，共款充满生命力。各位观众朋友，虽然这个汉堡湿地无可能搁等于我细汉时遐尔完美，不过伊也是有伊的价值，甲伊的生态价值，甲伊的特别的魅力。假使观众朋友你若有时间，一定来遮行行看看，感受一下这个湿地故事甲伊的生命力。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看起来虽然真平凡的山地，其实伊是一个富裕的宝地。富裕的宝地。大家好，
三宝，毋是孔仔面，毋是肉丸，毋是鸟车面，因为咱有一个西海岸真重要的这个海名，所以呢有汉堡，有过来新堡，过来福堡。拄则咱的演员阿嬷有甲咱讲，伊就是在地人，伊深真感受环境的变化，啊嘛是足无力，所以要去互咱一个需要大家共同来做伙来拍拼，你讲好唔好？好，来，咱即摆要来小盖吼，咱即个台北一剧团演员介绍，我要来小盖是海洋生物，看起来就是徛无正。我是海底。接下来是咱赶快要来小盖海洋的成分，就是海葵。哇啦，太多白鸡啊啦，来即摆来吃无来行咧。是真明啦，是真明啦，来搁一摆来行咧。哦，咱拢祝福咱海底是多好的幸福。感谢海葵，即摆接下来要来小盖林队的嘉宾，也就是阿姨，因家一家伙。在先，咱们来感谢的是国立中华新华美术馆。感谢提供这样舒适的环境，互阮使用，感谢你。接下来呢，咱们来小盖，就是快花新培歌团。再来，咱们的小盖为中国之月，是咱中华市大节国小儿童歌戏团。咱大节歌戏团是由李志峰老师伊来甲咱带领吼，咱的金水老师嘛，伊来一道三工。这个歌戏团伫咱台湾的这个囡仔戏的歌戏团是最有名的吼，感谢伊来甲咱斗表演。来，接下来去，咱们来小摆吼上辛苦的志刚朋友。再来，咱们来小盖上盖辛苦的，一日探天哦，拢甲阮指导阮的演出的，就是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黄显玲导演。
高盖，咱的总统副书记姚嘉文姚书记，这边来表示谢谢咱到我的英华党员，咱的集团员，将这边就来。侯县长，然后执政，还有现场的剧场的伙伴，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不好意思，我台语不太，但是我今天是来学台语的，这是身体力行哈，就请容我用华语来跟大家问好。今天非常荣幸代表我们教育部来支持今天这个演出哈。那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那因为郭院长长期就是在支持我们台湾台语的推广。我觉得今天这部剧有融合非常多的元素在里面，不管是台语也好，还有那个环境教育也好。那我看的就是全场目不转睛，我觉得非常的真的是有趣味在里面，然后还有那个家庭的情感在里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都觉得一下子时间过得这么快，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那我相信说，今天大家的努力，然后应该是就是应该是推广就是台湾台语，所有人都看得到。那就是支持大家，鼓励大家，然后继续往前进。我们以后我们教育部也会继续跟文化部会继续支持台湾台语的推广。谢谢大家，谢谢。最重要、最重要的单位，咱关怀教育会，也是咱的这个台语的本土团真侪拢是爱靠着咱的教育部伊的这个中心学习课阮是课来，我们是终身学习圈的本土语言学习的，对，我们都是所以咱当年那有这个学习课有活动，大家来大家来分享，大家来参加，好，来最后咱们来邀请。咱的上重要的关怀台语中华的团长，也就是关怀教育会的团长，就是今仔日大家有来看了有欢喜无？我感觉这就是咱可能每一个人。足自然的对无？大家拢根本就是，咱讲，你听伊咧讲的话，听因讲的内容，听伊的所有行为、所有做法，就是咱台湾人、台湾人对不对？对不对？而且讲的代志，就是咱家己地方的代志。所以我想，咱绝对，咱是台湾人，咱是住伫台湾，咱爱咱家己的故乡。但是过去就拢，迄是足当然的代志，若无够注意，无够关心，敢若袂晓见的款。其实迄个观念足大，对无？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地方、家己的文化、家己的生活、家己的相处，大家人甲人中间，咱绝对是充分的关系。所以伫遮会当用咱的集团，用戏剧发挥咱的表演，是特别的剧本，拢是伊创造出来，都是所有咱的成员，大家做伙讨论出来。咱的金秀老师，我迄个阿嬷，迄个阿嬷演了有好无？就是阿嬷该出的花好。大家人拢去做，每一个人拢精彩，其实因拢毋是戏剧的演员，伊就是人，就是咱实在的人。活的人对无？但是每一个人，所以遮大家拢是因为
来参加咱的文化营，参加咱的活动，参加咱的剧团，安尼就要变做演员。去做为囡仔来，然后阿嬷带囡仔来，结果阿嬷看过了后，安尼伊嘛要演啦，说落去。所以有足侪听过来演了，会小弟小妹就是做，对了，我安尼伊嘛要演，所以是安尼自然啦。伊会当足自然，实在讲，大家拢应该是上好上水的演员，对不对？因做会到，你做会到的，你嘛做会到。所以咱的戏剧团就是欢迎大家拢会当参加，好无？不但会当参加戏剧来表演，互大家看，将咱要紧的代志来传互别人，大家做伙讲咱地方的代志。而且我相信，咱的台语文书就是用各种的方式、各种的活动。我想讲，比如讲，后面的活动有够济，甚至个这时阵过来咧进步。但是咱就是讲，这个我哋就充分来使用，因多谢教育部、甲文化部，互咱有支持。但是我感觉邀请大家来，这足自然的。但是我咧想讲，像这样好的戏剧，咱这样好的教师，是毋是教育部？伊咱特别阁是部里特别派专门委员来哦，伊来看看你到底是咧做啥物吼。结果咱事先我嘛毋知伊来啦，结果安尼看才会使有通过无？所以这样好的演员，这么自然的表现，佫有艺术，佫有意义，佫有甲咱的地方的代志相交流，这就是咱爱做，咱爱重视，咱的社会一定更较好，咱的国家一定较好。所以我想讲吼，转去部里毋知会当，甲咱后壁支持，互因会当互咱的其他的学校，用两位讲啥？互因摆机会，互咱来演文化，换这一种的训练，这一种的典范，这一种的教育，这一种的表演，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安尼是去其他学校嘛有鼓励，因有本事，无因换来搁来演啊，大家愈来演到搁较大咧，好唔好？安尼好唔好？咱专门已经在点头啊！我已经点头，你都看哦，要拍我一个好。无够成本啦，所以咱多少有支持，但是阮需要搁较大的鼓励，咱大家欢喜，互大家斗宣传，互其实是逐礼拜都要来练的哦，互逐礼拜都要来练，所以大家人拢足自然啦，咱逐个人拢会当甲伊平教啦，平水啦，平你看迄个。我即个就叫你讲即个上水的，安尼对唔对？对，咱去甲即个上水就拍电话好，也都是台语的老师啦。我这个台语老师在台湾看着啦，来，还佫有台语的老师，台语的老师拢听出来，处理嘛拢听出来。听老师，这其实拢台语，所以伊连台语一拢唔免烦恼，袂晓讲。你若来参加剧团，绝对拢最好讲，绝对拢最好演。我想我来回到这，甲大家做一个结束，多谢你的参加，而且咱大家做一个，互咱会当愈来愈好，咱的社会愈来愈好，大家拢健康快乐，咱的环境也足好足水。感谢大家多谢。第一个，看到你，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再一摆哦，好，来，互伊准备一下，看到你，真